成你又行到安尼，你分明就是心内有鬼。你是不是做啥心意啊？我哪有啊？你莫后袂讲哦。我是想要趁下班时阵无人甲这拼什么事去。敢安尼？你拄则要四界抄物件的时阵，我拢有看到。大哥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无啦，杨老爸，我着试哦，拼扫无进去啦，我即马要教死伊啊。哦。好啊好啊，免阁拼扫，紧出去。杨老爸是安怎？是谁搁惹你受？迄个人就是你。我。你设计什么奥步数？叫什么囤积降低，提高绩效？人董志强根本就袂插啦！伊若是坚持唔让步，啊，咱毋是了大。杨老爸，我看哦，无你想的遐尔啊凄惨。三级棒球综合训的赢，若是无准时开工，伊的损失会真大。人咧彭志强要安怎对关键互伊的社会大众交代？到最后，伊一定会让步的。上好是安尼生，要若无我了解吼，你就知死。杨老爸，安呐，你就等咧算钱就好啊。是讲哦，有一件代志我一直想无呢，是安怎你要留志豪落来？伊袂输一粒不定时的炸弹。只干那这项代志就讲了对，是哦，确实是一粒不定时的炸弹。也毋过，你唔通袂记者，志豪也是日本新风组的千金大小姐。我知影，你要甲当做保身符。无唔对。小可想拢无法度忍受，是要甲我做啥物都好受。拄我讲面前，是安怎无贴我？敢讲伊咧暗算啥物？拢还未找到金满生的犯罪证据，伊敢会已经看出我的目的啊？是哦，你就是无够坚强啊！唔知影歹人的心理。你这，告诉若是伫个，我对啥物拢唔免惊。我知影，你一直伫咧我的身躯边保庇我，总有一天，一定会甲金满生抓去关。心爱，我廖准讲，你后袂阁陪我练球啊？我既然答应要陪你练球，我就会遵守约束。啊，毋过这无代表讲，我嘛认同你用卑鄙的手段去伤害、打击志强。迄是阮爸的意思，我无得反驳。而且我知影，彭志强无可能这样简单就认输，伊应该想好其他的对策来对付我。我来这是为着要完成我对你的约束。假使你若无心练球，敢若想要为我这去探听进步，安尼真歹势。我先来走。心爱，莫走了，
心理归心理，球还是爱练。金明，我一定无愿意放弃你，那是因为我相信你还有一点仔良心甲理想。我希望你是真心想要转去球场，找回较早的你。假使你若无心，搁坚持落去，那你两早甲我讲，较免浪费咱两人的时间。心爱，我当然是真心的。我真欢喜听到你安尼讲。啊，不过金苗，假使你真是为着要家己的棒球理想，毋是为着要甲志强争一口气，我想安尼会较好。你讲的无毋对，我确实要甲彭志强在球场上做一个公平的竞争。啊，不过你做你放心，我绝对袂用少年步数对付伊。我心爱，咱来去练球啦。金苗，我最近定在想，假使你甲志强会当找较早迄种强悍的感情，毋知有偌好？时间若是当倒底定，你就是我的太太。志强，彭理事长，真正招拄好，竟然在遮拄到你。对啊，你敢有想好清楚？你敢愿意接受国宝集团开出的更低的价钱？多谢你的关心，我已经想清楚。我决定以后袂阁受国宝集团威胁。心爱，不要去练球啦。金苗，我已经等袂赴要拍你这位王牌投手所投出来的球。我嘛等咧三星你这位战士。金苗，你敢袂当老实甲我讲？你要老实讲啥物？其实，在你的心肝内，你真看重志强，啊，毋过你却处处甲伊做对头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你敢有想过？对我来讲，迄是因为伊对你来讲真重要，所以你一直想要做伙伊看，对无？金庸，既然你这么重视伊，先怎你把伊还当作是朋友，先怎要甲伊当作是对手咧？你听像讲，你安尼就会当赢伊是？无可能的，因为志强一直比你较光明正大，伊从来都无甲你当作是敌人，所以就算你想尽办法，你永远嘛无可能达成你的目的。既然知影我袂赢，谁人拄则歹提伊，一定。我不要紧啦，拄则伊打电话来，一定是故意，唔知为啥目的。我都唔相信金万生甲金庸这对爸仔囝的关系会当维持偌久。金庸，你来出车祸啦？问你啊，金庸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骑机车的人，无表示啥，毋是我。敢讲我无应该问你啥？
金阳，我就讲过，我袂去对付心爱。你要咱怀疑家己老爸，这件代志我根本就唔知影。干嘛呢？去啊！好啦，长人爸，社长哦是疼惜心爱，唔甘伊受到伤害啦。恁两个人哦，莫因为安尼破坏了恁爸仔囝的感情。卡斯伊有带念别个的感情，伊就无应该一再伤害我关心的人。伊只是唔记承认。嘿，我无做代志，要安怎承认？你要知影是啥伫我操控之。好，明正，你负责将这个无效操控者给我抓出来。是。金万山，做你耀武扬威啦，但时机若到，你上气量的金庸，就会变成你上可怕的敌人啦。萨破，你永远是我做的，你一定我一定会魂魂在起。长爸，唔好啊！有啊，你咧轰轰讲讲是咧讲啥？长人爸，听讲林天生找以前做因做的朋友斗相共，因替彭志忠找到更替啊！咱毋是去叫遐手伤，徛咱这边吗？想袂到，林天生的人缘会这么好，竟然有人无想要甲咱做生意去帮助伊。这声哦，咱是家己搬石头撼家己的脚啦。当初是为了要避过笑，紧去调用现金去买更替，即马全部拢压死。伊上家己，恐惊会影响到公司的运作。那呢，你还唔赶紧去调动资金？大舅啊，你叫是讲调动资金，用嘴讲的遮尔简单。最近景气也歹，咱公司的运作嘛是无好。即马搁买遐尼侪更替，爱开袂少钱，就算搁要掠长保底，我嘛无法度。咱公司的财务状况真正遮尔歹呀。若无，你叫是讲丈人爸，哪会对三界棒球基金会理事长迄个位遐尼有兴趣？爸，假使是安尼，咱应该要安怎？你免烦恼，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你。林天生，想袂到我留你一部退路，你也感觉无够气，一定爱我逼你去死，你才甘愿。好，既然甲安尼，我就甲你拼到底。小，你哪在遮？安怎？敢袂用？你这个堂堂千金大小姐，竟然走来国宝集团做清洁工，真正是奇闻哦。迄是当然的，我是金董事长亲身精选入来的清洁工，当然嘛是奇闻啊。而且我赚的钱是靠我家己的双手赚来的，无亲像你，敢若会欺负老实人啊，赚遐无义之财。小，你无代无志走来遮做清洁工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，所以我即马马上开除你。歹势吼，你无遐资格会当开除我。咖啡就好啊。金阳，什么代志遮尔着急找我？心爱，你哪会叫七友到国宝集团做清洁工呢？只有去国宝集团做清洁工，刚讲你唔知影？我确实唔知影。你敢知影阿伯到即马，搁四个咧找伊的？安尼看起来是伊家己大主大意，我真正唔知影伊在想啥的。阮爸爸甲伊都工作当作是死对头，伊竟然家己送就忘，真正是唔知影死我。那只有靠成遮尔啊骨强，连阿伯都恐吓伊袂行。金阳，即马只有你才当保护伊啊！是啊，谁叫伊是我的小妹呢？金阳，
你承认只有是你的小妹啊？无啦，我意思是讲，伊年岁足少的，就好亲像我家己小妹共款。是吗？恁还安尼看我啦？因为我看到较早迄个有情有义、疼惜小妹的金庸啊。是吗？你到即马，我得讲以前的代志啊。我嘛真烦恼只哦，啊毋过我看到你遮尔啊紧张，我听到一点仔欢喜。你会遮尔着急，迄是因为你对只有情，有兄袂之情。较早迄个无情无义的金庸，已经慢慢在改变啊。是吗？你想伤济啊！只要是一个毋捌细碎的查某囡仔，我是无希望伊甲你，咱会有缘，咱会是非。金庸，既然连你家己拢感觉国宝集团是一个是非的所在，是安怎你要弃暗投明，离开金万山？无可能，爸爸对我稳重如山，伊饲我20几年，即马阁全心全意地栽培我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反背伊的。我才感觉你有改变啊，结果你还是是非不分。这世间上无绝对的是非黑白，啊若无，你是安怎阁伫咧遮陪我啉咖啡？师妹，无要紧。师妹。多谢你。倩姬，有人用政治来甲我禁锢，中意。哎，金龙，中意。亚国民提出损失报告。当初若不是你叫我买什么钢铁，垄断市场，公司嘛无这么大的损失。即马要安怎？唔讲的嘛是共款，我爱你负责。叫人爸，就算讲你甲我卖掉，也无够赔啊！爸，金苗，你走迄度，公司的营运发生真大问题，你唔知影是？还搁咧死计拍走？爸，拄则我甲客户在讲代志，竟然发现这咖啡内底有这物件。庆记，真正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敢会是乌道兄弟要请你食土豆呢？爱你替伊出走路费？绝对毋是安尼。你敢知影我看到啥？啥？是中医。你都因当只狗，毋是已经死去啊？我伫咧怀疑，中医根本无死，伊是暗中秘起来，想要对付咱。照安尼讲起来，就连老一都会死，也可能是假。我早就讲过，陈天生伊绝对唔甘愿，伊根本是武满实力，准备要甲我决死战。若真正是安尼，咱要面对的敌人，就毋单是林天生，还佫有规个新丰组呢。咱国宝集团的财务，毋但会有危机，就连咱性命嘛会有危险。好啊，莫伫咧唱衰啊啦！林天生伊千算万算，伊绝对算袂到，伊的查某囝只要落伫我的手头。只要不过是查某囡仔，对咱无啥物危险。咱颠倒应该想一个办法，对付林天生才对。你是咧讲啥？人即摆枪支上来啊，抢命要治你的性命。你若是个良心，恐惊连我卖死去。金苗，为着避免你面对你家己亲生老爸甲亲小妹以及未来，对即摆开始，所有的代志
互我来安排，你免插手。自杀破宁愿是我做离去。笑去国母集团做清洁工，伊是去创啥？啊，敢毋是真危险？阿伯，你放心啦，我有请金龙暗中保护伊啊。哼，你叫金明照顾去哦，啊，你著规间哦，上马取好就好啊。对吧？我刚才讲，金明是契约江北国母阿兄，我相信金明既然答应要照顾契约，一定做到到。我若了了无问题，迄个囡仔的单独冒险是想要报仇。报什么仇啊？这个囡仔嘛伤过天真，我来找转来。是啊，契约个性遐尔酷强，恐惊袂听你的话。无听嘛爱听，我即摆随来。李社长，阮带你去，做位空空契约倒来。行，做点来。勇爸，你来啊！你来注意哦，这文件是咱公司真正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。若是扣我的死对头摕到，唔那整个集团下倒，就连我都无命。紧的，紧装箱，然后插好哈。是是。哎，这尔晚，你来要创啥？我变嫂啊！哦，啊，拄则阮咧讲啥，你敢有听着？哈？你讲啥？我感冒啊，10片啊，连耳孔我塌掉啊，我啥物都听无呢。哦，好啦，等阮走了后，才变啥啦？哈？啥物啊？阮丈老妈讲，当走了后，你才变嫂。哦。行。是。因是要甲秘密文件搬去倒位啊？来走。紧的，较紧的。先放伫遮。行，来内底。空的，系啊，我去后面去。
你啊少会，要甲你骗实在是真简单啦。原来你早就伫咧暗中设计我。我真的是足戆的，竟然着恁的计。竟然互恁掠着啊！要抬马挂，谁知恁啊！哎呦，什么咧要抬马挂，哪有遮尼严重？来，莫紧张，先坐咧哈。我早就准备好酒菜，要来好好款待你这位贵宾。咱会当哪食饭，哪啉酒，好好啊开讲。来，上菜啊！阿笑，到底走去倒位去啊？一定是七号故意把咱找着，这毋去食着。因为七号并毋知影咱咧找伊，伊无迄个理由故意来闪骗啦。伊会叫金万山抓去。先生，你哪来想啊？我都无想啊，万一真是叫金万山抓去，要安怎？不会啦，咱七号遐尔巧着，一定会晓保护家己的。喂，林天心，是我，江明正。江面正，这另外你打电话我有啥物代志？我有一个你真关心的消息，你有想要听无？卡话讲我清楚啦。恁兜迄野蛮公主只有即马讲头家等去食饭。什么？你讲七号甲金万山等你食饭？你、周玉芬、黄志雄，还佫有新买。阮丈人爸叫恁紧过来，伊要甲恁甲所有恩恩怨怨、亲亲的做一个了断。会用的。即摆人伫倒位？你甲我讲，阮随过。想要见你查某囝，就较紧。佫报交代所有住址，你应该知啦吼。对啦，你莫小想要报警啦，若无，你就永远见袂着你的查某囝。高明正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七号，即摆甲金万山当伫古堡石台招待所伫食饭，伊佫点名叫咱所有人一定爱滚。行，我即摆随过。对吧？你留喺厝里等消息。我哪会佫留下啦？我本来我嘛袂衰呢，对无？我若无去，谁要甲你保护啦？我是去台湾救人啊，毋是免想吧？而且万一出代志，至少有一个人会当联络。较细哩呢？你的电话哪会唔接？免恁管。万一是林天生卡来，你唔接电话，伊这个着急起笑是要安怎？起笑，你才起笑，你会变做一个恶。唔对，你已经是一个大恶。你哪唔接咧？是惊我甲你下药是？伊都好笑。想袂到吼，你的一举一动拢伫咧监视中。这死查鬼啊！伊都好笑，要找我报仇，无可能啦！我要互你乖乖啊！一步一步踏入我的圈套，安怎？
见食哩啦，就算要死，嘛该食饱着无？唔敢食是？食就食，今仔日落日子才落予你的手头，算我歹运。你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我才无你惊。花气莫遮尔大，是你家己送上门的。即马我甲你上一课，互你后悔去选着老爸做林天生的查某囝。我后世人投胎，嘛要做林天生的查某囝，甲你气死。自杀破，宁愿是我做。我后世人投胎，嘛要做林天生的查某囝，甲你气死。林天生先生是我的死对头，为着一个结婚，害我做20多年的乌龟，佮对日本走转来，抢夺我的家后，把我害甲凄惨落魄，倾家荡产。你嘛甲我倒三母甲倾家荡产啊，毋是？讲了真对，林天生伊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想袂到这只互我拍落水底的叶尾狗，佮重新爬起来，利用我顾马高强度降铁的机会，反咬我一喙，互我了这么多钱。真好啊！阮倒上做甲真水气，想我是你的古堡集团陪了了，安尼我上欢喜。只哦，你着要死啊！搁伫咧死硬的碎批啊！我一时无注意，互汝掠着啊，就无拍算要转去啊。啊，毋过阮倒上的头脑真聪明，伊真紧就互你拍败。我若是互恁害死啊，自然会有人替我报仇。一个查某囡仔，孤孤单单死伫这个荒郊野外，实在是真可怜。我的心肝真好，唔甘对你这样残忍，我会叫恁规家口啊，搁再加上冯志强、真心爱，甲迄个大裤带，来甲你做伙去营造地府，安尼是恁着较有满，敢毋是咧？啊！你啥物意思？金万山，你就卑鄙的。对，我就是这样卑鄙，爱怪你家己想好骗啦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即个若放一点点啊定情剂，真紧你得醒起来。醒起来以后，就是恁规家伙啊团圆的时阵啦。爸即马拍照的电话，我叫人甲我顾掉，看起来隐瞒，伊要对汽油下手。袂呢，我有答应心爱要保护汽油，我绝对袂呢，互汽油出代志。我更加袂呢，互爸爸造成我都弥补的错误。恁两个人搞啥物？歹势，头家交代，袂当互你出去。卡叔一定要出去。阮有歹势啊！这后边，这。千万唔通学白叮当，
你身上别个拢是炸药，你若是后边的人，爆炸起来，你是会脆骨分尸哦。你是个卑鄙少年，就敢来欺负我这个查某囡仔！我毋是干那欺负你，我叫要叫林天生、邱玉芬、彭志强真心也来做伙，做伙送恁就西天。七号，七号，金满山，七号这是一个无辜的草囡仔，你啥都要对待。拢是因为你，彭志强，你处处和我作对，挡我的财路。林天生，破坏家庭，抢夺我家后，本来我是无想要跟你计较，也毋过你用尽心机，害我家破人亡。邱玉芬，你不守妇道，做一万你的乌龟，甲公然甲你的客兄错错日日，害我身败名裂，也有你真心爱。你害金阳去出车祸，佮叫伊来反背我，即马去爱别人，我要连你做伙除掉，金阳才袂受到伤害。半生，你知影你即摆在创啥无？竟然敢拍我，我金满山！你想要创啥？有我伫的，伊免想要起家人手。真正看袂出来啊，林天生，你可真正有男性的气魄啊！配合配合，也毋过我颠倒要看卖咧，你敢有才调安全离开这个所在？半山，我只是人欠你的伤济，我知影我安怎行都行袂起啊！所有的混混乱乱，一切不幸都是由我引起。今日替我来赎罪，我求你，你帮七号早已是无辜的，我求你好无？崔玉芬，你就是咧赎罪，一切的问题得当解决是无可能。我绝对袂当让你安心去应做地府，我要让你永远对不起大家。金满山，到底要伫什么条件才可以帮七号煞？哦，果然是战神较勇敢，敢甲我讲条件，真好。我的条件真简单，就是恁全部拢着爱死。金满山，你紧走啦！我规身躯拢是炸弹，你紧走啦！半生，你走我你无信。冇唔对，我就是走火一步，拢是你逼我安尼做的。你别回来！不止哦，你们千机妄动，我只要你一个，咱大家就同归于尽。金满山，天生，莫走我！即马是我算忠孝的时阵啊！金满山，请你放伊大家走，我一个人留落来，你免全都随在你。好啊啦，彭志尧，免得假英雄假好汉，今日无人走会去。半山，我拜托你，较一点的好你较点去啊，你半山！走啊！算什么好汉？你放心，我讲过，无人走会去。丢人爸，你敢会当放心来走？不可能！心内煽动金阳反背我，干那这条，我就袂当放你煞。你已经无满仔啊！满仔报纸嘛一定看袂到啊！也毋过这么讲，我会当为各位来依靠满仔报纸的头版消息，迄就是前一大集团社长
因为胜利失败，走投无路，因火自杀。小鬼，爸，爸，你今摆是咧创啥？金苗，你来了真拄好。你看清楚，你叫爸爸这个人，心肝偌恶毒。你的好爸爸，要甲阮大家拢炸死伫咧遮。爸，你若是要走，你就连我做伙走。金苗，你敢知影？是哦，就是一刀手。你都好笑，是哦。多少？是的。你无唔对。爸，你已经报仇了，谁人要安尼做呢？那是因为伊也要对付我。我若是无斩草除根，我就袂当安稳过日子。你有看无？你有看清楚？你甲林这个人做老百姓。好了，金苗有一边。是。金苗，前辈啊！前辈！前辈啊！自杀破啊，宁愿是我做。前辈啊！前辈！前辈啊！前辈！什么人卖叮当？我才是真正的一道好手。你真好。高美静，把手套开，进来。高尚，高尚。别搞。这是替我黑道上拍，这是替我走囝拍，这是替我人赛拍。有吗？金万山，我爱你黑者黑兄。你创啥看咯？放伊耍。是安怎？多少？我是袂放过害死我爱母的人啊！东西。多少？有口。一切温暖，都像是一支刀同款，伤人嘛伤得开。可能是因为我作业伤多，才会造成今仔日温温婉婉。莫阁作业啊！落今仔日所有温暖，为这化解。敢讲，我岛上的命就安尼白白牺牲？多少？这个我袂当听你的啦！金兰山无死袂用去。多少？你莫阁为难我甲卡上好无？等我甲抬死，我有在你处理啦。塔罗，金万山对咱所做的一切，我一定要讨回公道。今仔日若毋是死，就是我亡。我就讲过啊，所有温暖拢是我一人引起的。岛上若不是因为我，伊嘛袂死。那安尼，我就用我的命来化解所有的温暖。我把这道温暖放好煞。爸，金苗，我会当听到恁叫我一声爸爸，我心甘愿。
爸，你袂能死，你袂能死的啦！没事啦，董事。董事若是无死，这段仇恨都无法度结束。金盘山，金盘山，盘山，天公伯仔你看，我林天生今仔日就用我的命来化解咱两家的恩怨。你即马就抓，从今以后，袂用再伤害着我的亲人。有听见无？你就抓呀！天生，你无需要安尼死做。我就抓。你若有听的哦，你若有听的哦。莫去讲啊，塔罗，中医已经甲伊送去病院。我这世人上该对不起的是你，只有。你放伊煞，你袂互你后岛上死我唔冤家。天生五好慈悲，你用性命化解一场仇杀，你的罪孽嘛会当得到救赎啊！阿弥陀佛。爸，我会定受你用性命换来医治。请你放心，我会专心专意栽培金融，我嘛一定会专心专意帮助志强完成3级棒球训练营。你起来。你还阁愿意叫我爸爸？
你要挽回我。我的亲生老爸牺牲家己的性命，都是希望会当化解所有冤枉甘是。阿三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希望你真正会当放下你心中的想法，其实遐你对提升的世界。会啦，我会啦。那就好。咱两个无缘已经尽了，我要来走。妈，你是要走去倒？我要到新住所去庙里修行。妈，我可要照顾你、友好你，摕咧厝内底，你赶快会当修行。你有这份心，妈妈就真安慰。希望你会当早一日完成你的理想。阿弥陀佛。妈，金苗，若毋是为着阮倒嫂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你讲，咱莫去讲过去的代志啊，好无？金麦山，你莫想讲你安尼就会当逍遥一世啦，你早晚会有报应。中医，莫去讲啊！请问恁什么人是金麦山？我就是。阮有去国宝集团的交易所，发现了一挂线索，怀疑你在台湾做的事件并无简单。你是国宝集团的负责人，请你来阮局里协助调查。我会全力配合。好的。阮在起。靠山，恁真是要走？中医已经订好机票啊，爷妈嘛伫楼骹咧等啊。阮即马就要去机场啊。哪会遮尔紧就要走的？七十仔无用伊到社长的代志，抑阁无时间好好交代你。对啦，小大点嘛，慢慢遐尼急要走。多谢啦，阮真正有代志，无走白日。啊，毋过人无想要走啊，拒绝嘛已经无伫个啊，遮尔赶紧转日本是要创啥？我也无叫你转去日本啊。我知影你真想要留在台湾啊。志强，有你照顾姊哦，我真放心。伊都有你，你想看我会去啊？其实你免客气啊，我相信你。姊哦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一定要好好听志强的话，袂使搁有白来，知无？靠山，你这句话哪会怪怪啊？敢若是交代遗言呢？是哦，你唔通我白讲啊！你妈妈是要转去日本，唔好伫遐拍车水。我才无咧，我想了解靠山啊，伊字开嘴吼，我就知影伊的意思啊。靠山，你倒是甲我讲，你遮尔赶紧转去日本，到底是为虾米啊？笑，莫后白想啦，我甲卡桑转去日本只是处理代志。你唔免骗我啦！紧老实讲哦，啊若无吼，免想要倒去。姊哦，阮只是要转去日本处理一寡新工作的代志。靠山，遐个人拢无好对付呢，万一……笑，恁二三敢是软脚的？是啦，中医嘛缀你用倒上遮尔久啊，这款小可代志，我相信会当应。是。志强，我这个想话就拜托你。七号真乖，真够替人想，嘛一摆代志，伊一定袂替我惹麻烦。这阵仔为着要替阮倒上报仇，啊若无，我实在是想要好好甲你。
我要讲啊，中义，咱一定会当做永远的朋友。以后有机会做阵拍拼，一定。赞哦，3支粉的还阁加一卡哦。笑。你永远拢是我上心爱的兄妹。你永远拢是我上敬爱的二姐。中义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好来走啊。好。是哦，我卡上若处理好新房组的代志，就随转来台湾接你。这个就麻烦你。这就安尼着，我送你意见。我今麦总算了解，手有情，你风不止；嘴有勇，你亲不大的道理。我的亲生爸爸活在这世间上的时阵，我无好好友好伊，我真正做不好。金苗，莫阁自责。即马，你应该把悲伤化作力量，重新振作起来，做伙为着咱的棒球理想来打拼。对啦，金苗。以后再看你啊！金苗，爸，你无检调单位为难你哦？无啦，干那这笔落年啦。好啦，你一定真欢喜哦。你敢唔惊你暗时你会做恶梦？老爸，好啊。我即摆是讲伊的心内感觉，对无？阿老爸，你完全讲了唔对。你无多了解面对死亡的感觉，一个死过一届的人，伊对整个人生甲世界的看法拢无共款。林天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的命是换来的。我即马只干那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亏欠。金苗。我对不起你，爸，你唔通安尼，我承担袂起啦。金苗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应该利用你对我的真情来伤害你甲天生的感情，来逼你分开。爸，我嘛唔对，我无应该互怨妒侵占我的心，做出遮尔多忤逆不好的代志。不过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，我是绝对无可能阁回头。金苗，你去原谅爸爸是？爸，我安怎讲，咱是爸仔囝，你永远是我上尊重的爸爸。爸。志强。我先甲你讲，有一点我是绝对袂改变的，我是真心爱心爱，咱的君子之争还袂结束。金苗，不管是你在球场，或者是情场，只要是君子之争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挑战。那真正的君子之争哦，免个避规避怪啊。我伫遮以我亲生爸爸的名，我伫遮就座，这是真正的君子之争。安尼就对啦，安尼就是较早的金庸啦。手甲心爱，你厝内等来，等咱做伙去练球。对啦，我嘛真欢喜看到恁重新恢复以前的友情。对啦，紧去唔通互心爱甲伺候等伤久。爸，那呢，阮先来走。永安爸，什么代志？
唔好啊啦，咱国宝集团的股票已经搬到跌停板啦。这哪有可能的？国宝集团一直是绩优股，你敢有找人调查清楚？我已经找人调查啦，应该真紧就有结果。志强，这件代志我要落来处理，我拜托你甲心爱讲一声。免啦，爸爸来处理就好啊。金阳，三个棒球训练营开目表赛日子就特别到啊。唔若是爸爸，全国的球迷拢真期待看到你这个金牌投手完美的演出。做你去练球，唔得烦恼公司的代志。爸，无要紧啦，我安尼留来，甲你斗帮忙啦。金阳，爸爸也好得应付。你即马跟老师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。那呢，我就是来走。爸，有代志打电话给我。嗯。李姐，公司的财务报表调好看一下。对吧？这是上新的财务报表。林姐，有一项代志，我要跟你参详一下。警方对林先生的死因之中查出真侪可疑之处，为着要预防万一，我必须要找一个替死鬼。金牌山果然是一只老狐狸。彭志强迄阵人，搁去骗到戆戆死。林姐，你是咧想啥？无啦，我会替你想较侪方法。好，若是有啥物想法，随时来甲我讲。即马你去查看卖咧，咱公司的股票乃博甲这尔惨。是。是我做你的灯。最近你甲金阳敢若来往甲真密切，你对伊嘛真关心吼？是哦，你哪会向安尼问啊？无啦，我只是想讲你真无简单，要甲志强做伙。我希望你会当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多谢你，我嘛是安尼希望啊。小妹，少，我甲金阳啊，吵倒来啊。金阳啊，唔对，我应该叫你一声哥哥。小妹。哥。这条盘呢是倒送的，伊在生的时阵拢一直挂伫咧身躯顶。我即马就甲伊送互你，作为纪念。我希望会当为着棒球好好拍拼奋斗，唔当互倒送失望。我会好好珍惜，多谢你。好啊啦，你敢想要看到金牌投手伫球场上的威风？金苗，做伙来练球。好啊，我陪你去，有我的加油吼，你一定真紧就甲志强三振出局。哟，是哦，哦，你嘛变了足紧的呢，我马上就评委评。废话，我当然嘛是为家己人啊。金苗，小等去球场的时阵，要按照咱之前练习投球，千万唔通有心理压力啊！我相信你一定能投出亲切水准。多谢你的鼓励。金苗。啊。你认真投呢，我是袂放水的。干嘛呢？有没有？加油啊！哎！不要紧啦，哦。来，哥，加油啊！金苗，你莫紧张，慢慢仔来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。
出社会是毋是上着驾照啊？多少有问题啦？阿鲁爸，你哪会别讲啊？金阳，一定是拄则你团什无做好，我给你抓一个好啊。无路用啦，我的手愈来愈严重，可能一世人无法度投球啊。你即摆来讲啥？你毋是讲过你要继续投球？而且咱两个人也阁有一场的君子之争，敢讲你这么紧就要放弃，这么紧就要认输？是啊，你拄则毋是嘛答应我，你袂互赌场失望的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。我毋是无爱振作，但是天公袂无好机会，害我想就变到安尼啦。金阳，医生有讲过，你的倒手完全是心理因素，你只找借口来毒骗你家己啊。毋是安尼，我真正双手足疼，疼到抓袂起来，我无倒投球，无倒投球啊啦！别开金苗啦，我你掠掠好坐好啦。莫搁砍啊！金苗，莫搁砍啊！你要去哪里？金苗，行人看卖这所在，这就是你实现理想的舞台，你一定徛在这，准备要演出啦，无人会当代替你，你袂当这么简单就放弃。莫别讲，我无倒投球，我无倒投球啊！你若是查某囝，就要讲会到，做会到。你无资格管我！无论安怎，我今日一定要让你投球。我非你给我放开！会长，他随时是要放弃伊上爱的棒球，伊的理想，甚至是放弃伊家己。那你那勉强家头落来，阁有啥物路用咧？失去爸爸失落，更加袂会互所有关心你的人失落。我敢做会到？你的命，你的生，拢是我予你的。为今日开始，我甲你无任何的关系啦。你若敢到一点，你就是该死，该死！敢讲咱目睭紧紧，看金曼山逍遥法外，互金万死了不明不白了。要对付金曼山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代志。你最凶的是，把我害到这么凄惨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一双孤单的脚步，茫茫心情他乡路。因早有来苦酒，一脚行李是小无，伊个心情茫然度。男の涙行到这，悲伤不是人生的路途。徛在林下沙漠，无人熟悉夜半的有的路，想着过去的糊涂，才着行这条路。想着无奈的离开，才知出去的错误。又在人生一路，站站起坐，终点是家国，呼噜洒脱。